今集講下好多人問嘅係點樣撈英泥沙呢？如果比例嚟講，3份沙1份英泥，俗稱喺地盤嚟講就係師傅講嘅6包沙1份英泥，我哋都會叫撈一塘沙，3:1啊！呢家即刻示範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嚟到咁嘅狀態呢，我哋就可以打開佢。咁每個人做法有啲唔同啊！就而家唔好話我咩掛住影啊！依家我哋自己係老闆，想影就影。每個人做法有少唔同，我習慣將生沙冚喺英泥粉上面減少塵埃，然後鏟去另一邊，中間基本上就要斬斷佢，咁樣佢先會勻循，確保每個位都會翻鏟到一次。而家就未勻嘅，我又撈第2次。由於幫我揸機嗰個都係新請翻嚟嘅哥哥仔，我順便教埋佢點樣做，之後開翻個窿出嚟。根據用途去加水，亦都係師傅嘅經驗。如果需要做乾濕沙或者做樓梯，就會開硬身少少；需要批盪嘅話，就會開水少少。以後再延伸去講呢個話題。業主嘅貓仔，最後將佢炒埋一碟，可以等佢自己索水，或者一樣翻炒一次，咁佢就可以直接使用噶啦。哇！有姿勢有實際啊，成哥。